录影哦。好，来开始。像这只是 Parsons 变色龙，它的体长可以有60公分，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哦。很难想象在马达加斯加市中心这么混乱的地方会有这么漂亮免费的当代艺术馆，特别是在外面的街道一团乱，然后很多人乞讨，看起来很穷的时候，这里居然有一个这么高级富丽堂皇的免费的艺术馆，很神奇。